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要收看高高講學會。今本人民主來到洞舍黑白黑一張用腦動夢的素材。不過呢，現在是沒有幾間了，讓我們一起來去認識他的傳人。Hello， 老闆你好，你好，歡迎。老闆你好，像這個就是台灣樟腦的製法。日本時代用按嚟燒火嘅，裡面是動木材嗎？木材。不過現在已經沒了。冇咧，那有對台灣的貢獻巨大，世界第一。對，世界第一。不過今天呢，要請專家，就是阿爸要來教我們講這個樟樹的客家話該怎麼說。樟樹。沒錯。樟樹。阿爸講的呢，其實是這邊的大埔腔，海陸腔的講法呢，就是叫做樟樹。其實我看到前面有好多做的那個手工香皂，可以帶我來去看看嗎？好啊，好啊。倆種的粉油叉褲，嘿，粉油叉褲。乜解係粉油啊？粉油都係以前本地阿嬤的壓箱寶，以前老阿嬤插頭那毛啊，我媽都是碰風，就係尿布陣嘅清強嘅油，啊，我用嚟油嚟做叉褲。粉油都係用鐵頭油，用樟樹嘅根去粉嘅。嘿，那今天有姐姐教我們講這個肥皂的客家話叉褲。那海陸腔就叫做叉褲。年輕人很愛手工肥皂，這也是我們今天要教觀眾朋友講的客家話，就是後上音動中意手工叉褲。後上音動中意手工叉褲。後上音動中意手工叉褲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呢，我們來到台中東勢這邊，借着吳伯伯他們的這個製樟腦油的地方，認識了台灣的國寶。當然了，我們認識新的詞，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樟樹，種樹，種樹。第二個呢，來看到就是肥皂，叉褲，叉褲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，來看到就是年輕人很愛手工肥皂。後上音動中意手工叉褲，後上音動中意手工叉褲，你們也喜歡嗎？哇，我回去洗了之後，皮膚都變得白泡泡嘍。好了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